来关心身心障碍者的家庭照顾的大头真重，若不管是身心障碍者，也是甲照顾的亲人，拢会变老。长期照护若是无社会福利，也是其他的相关补助来斗小天、斗3工，就会真硬斗。民间团体即马嘛呼吁有身心障碍者的家庭，爱积极来找找资源，互家己通休喘，减轻负担。将画作送予母亲，表达感恩的心情。今年40岁小滚是脑性麻痹的重度多重障碍者，平常的生活拢爱靠家庭协助。不过随着时间过去，小滚甲妈妈分别进入中老年阶段，这种上重老化所产生的照顾需求是真着急。他还是很多岁啊，爬楼梯啊，做什么都爬不上去啊。生气他不讲话，不走，不吃不喝，什么都不要了。年纪也高了，就是没有办法，然后给他那个担心他以后怎么办？卫福部资料，全台大约120万身心障碍者，其中45岁以上大约94万，有9成以上拢住伫厝内，或7成生活需要他人协助。那身心障碍者通常比一般人提早退化，较早进入老年期，所以当主要照顾的人也得咧变老，后续的照顾服务也爱早规划，那无也是有可能发生照顾失人的悲剧。我是成人日照，我们遇到的族群几乎是有半数以上，住宿型的服务或是未来的一些信托的一些使用的话，照顾者有哪一天出现了一些状况，没办法再继续照顾的时候，常常会出现，这会变成社会上的一个危机。伊电提起，民众照顾身心障碍家庭，爱适时对外找找资源，得到休喘的空间，同时也号召大众支持相关的日间照顾、社区居住等服务，减轻身障家庭的照顾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